之外，全球性的气候变迁也会造成海平面的上升，导致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经过研究及调查发现，气候变迁将使全球1/3居住在海岸边缘人口的生命安全遭受到威胁，也会使得地球的冷暖干湿分布更加的极端。再加上气候变迁改变了各地区的降雨形态，将会使得植物和农作物的生长受到影响，导致粮食和水资源的供应失去平衡。2001年纳莉台风水淹台北城，2002年春天石门水库干枯现象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代表着气候正在变迁。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永续水土资源的课程。在这个讲次里面呢，我们会来谈谈气候变迁对水资源的供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前面呢，我们已经介绍过，台湾水资源的供给呢，主要来自于河川。那然后呢，河川的水呢，再汇聚到水库、湖泊来提供一个地面水，或者呢，我们借由抽取地下水的方式呢，来满足供水的需求。而对水资源需求方面，我们泛指的需求呢，包含我们前面介绍过，有工业用水、民生用水，还有农业用水等等。那到底气候变迁对我们的供水系统跟我们的需求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今天呢会分别来做个介绍。所以今天的课程呢，我们会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在前面讲过气候变迁的影响到底会是什么。那这一部分呢，跟我们水资源的关系又是如何？然后呢，我们再谈谈气候变迁呢真正影响到水资源的机制跟它的方式是什么。那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再来看台湾地区呢，它水资源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们就来谈谈气候变迁的一个影响。我们在上一讲次呢，曾经针对气候变迁、过去的气候变化跟未来的气候可能变迁呢，做了一个讨论。由刚才的影片呢，我们大概也可以了解到，气候变迁对水资源呢，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全球性的气候变迁呢，我们在前面讲过，它会影响到整个降雨啊、蒸发啊、蒸散啊，还有呢径流，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是介绍过这种水文循环系统，它可能因为气候的改变呢，而造成不同的影响。雨量可能变得更多，也可能变得更少，温度上升也可能影响到蒸发散。所以呢，这些呢就会使我们水资源的供需系统呢受到影响。而温室效应的增强，我们在前面提过，除了这些温度的改变，它也会使海平面上升，而这海平面上升呢，也会导致沿海低地的海水倒灌。全世界其实将近有1/3的人口呢是居住在海岸的边缘，所以这海平面的上升，人口的生命安全呢也会遭受到威胁，也会使得地球呢有一些分布呢冷暖干湿分布呢也会变得更极端。那这些的改变呢，也会改变各个地区我们除了刚刚讲过降雨形态啊、温度啊、蒸发散啊、径流以外，它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在农业的一个耕作的植物的种类，还有它作物生长期的一个变化，都可能受到影响。那植物的种类跟生长期受到影响，我们进一步就可以了解，它也会影响到什么农业的一个需水量。所以呢，农业需水量受到影响，它也影响到整个粮食甚至整个水资源系统的供需会失去平衡。我们呢接下来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大气系统、海洋整个水文系统跟需水量的一个关系。我们在前一个讲次介绍过，大气跟海洋呢会有交互作用。它的交互作用呢，包含水汽的交互作用，包含能量的交互作用，包含二氧化碳的交互作用。在水的部分呢，大气呢提供地表很重要的水分的来源，藉由降雨降到地表，当然也有蒸发带回大气。那主要水汽呢，也是由海洋进到大气，然后呢再到陆域系统。而水资源系统的部分呢，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包含地表的水资源系统，河川啊，或借由河川直接引水，或者借由水库引水。然后呢，土壤里面也含有一些土壤水分，
那这些土壤水分呢，本身就可以提供植物啊这些生长的需求。那土壤再深层一点呢，有饱和含水层的地下水资源。那这一部分主要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它是由地表入渗下来涵养在地底下的地下水资源。不管是地表水资源、土壤水资源或地下水资源，都可以满足我们人类社会或生态系统的一个需求。所以呢，这部分水源会提供一个供水系统。那但供水系统进入人类社会以后呢，又会进入排水系统，进到河道呢。这排水系统包含人类的排水系统跟自然的排水系统。人类排水系统就像下水道啊这些排水系统，自然排水系统就像河道啊自然河道，这些都是属于自然排水系统。最后呢，汇流又会回到海洋，形成一个循环系统。所以当我们大气发生改变，我们水资源系统就会发生改变，我们的供水系统会发生改变，所以整个水平衡就会受到影响。那国际政府组织我们前面提过 IPCC 呢的第2工作小组，在2007年4月6号，在比利时的首都呢布鲁塞尔举行了会议，里面公布了一个专门针对决策者所需要资讯的一个摘要报告。报告里面针对人类呢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暖化效应呢，发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警讯。他认为呢，将来呢一些贫穷国家或低度开发的国家，它有可能遭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在该份报告里面提出来，全球暖化如果发生在一些高纬度的地方，高纬度它温度比较冷，所以它的雪融掉以后呢，流经流域内。融雪呢没有办法慢慢的释放出来，会影响到流量。此外呢，在这高纬度的地方呢，它的降雨呢，根据气候的分析，未来呢可能豪大雨的天数、洪水的频率都有可能增加。在其他的部分呢，它可能雨量呢反而会是减少，或者呢会有更频繁的干季以及更大的水分蒸发散量，导致呢干旱的发生呢几率越高，强度越强。总的来说，气候变迁的影响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比较湿热的地方或者高纬度的地方，它雨量可能是增加的。可是对于一些中纬度的地方呢，或半干燥的低纬度的地方呢，它雨量反而会是减少的。它会大大的减少雨量，而增加了这个干旱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从刚才雨量来看，就是雨量的变化、纬度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它可能会是不同的。所以将来全球的暖化、温度上升持续的增高，这个部分呢，全球大概都会有温度升高。可在水的部分呢，大家可能会遭受到不同的水的逆境，有些可能有更多的洪水，有些呢可能有更多的干旱。那根据专家学者的推估呢，亚洲地区主要流域呢，流量呢将会有减少的趋势。再加上人口不断的增加，人口增加呢，就会导致水资源的需求上升。在这个2个因素之下，2050年可能会有将近10亿人呢会面临缺水的问题。而在非洲地区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也将近有2亿5千万人呢可能面临到缺水的部分。那我们台湾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根据国内的一些研究分析发现，台湾地区呢，河川流量将来呢，大概会呈现丰枯水期极端化的现象。我们在前面介绍过，丰水期其实就是5月到10月，枯水期呢就是11月到隔年的4月。也就是将来5月到10月这梅雨台风造成的雨量呢会更多，11月到隔年4月呢所减少雨量会变得更少，所以丰枯水期的差异呢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台湾未来的一些特性。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 IPCC 所提供的一些报告以外，在水源世界呢很重要一个水资源国际会议，也就是水资源的论坛里面，诺贝尔奖得主呢，他也曾经很明确地指出来，气候变迁的发生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水资源管理，这个可能呢会使全球暖化的程度在这个世纪末呢变得更加的剧烈。而这一个呢，是令人类呢，可能恐怕是无法承受的一个风险。所以联合国呢，也发起了一项由大概2005年一直到呢2015年的一个生命之水的国际10年行动，希望呢呼吁民众来重视水资源的危机，而且呢着手进行一些适当的水资源的管理措施。
可是目前人类呢，仍然遭遇到很多水资源的危机。我们要完全靠现有的一个科技发展来解决，恐怕仍然不行，仍然有很大的障碍。所以呢，我们除了水资源这些相关的问题的了解，科技的发展，我们还必须要深入的去了解，到底我们面对的问题真正的关节点在哪里？我们有什么方法去解决它？我们才能真正能找出一些我们问题的解决方式。以我们生活所在台湾地区来讲，台湾呢，因为中央山脉呢，它占据了主要的面积，我们主要活动呢是在沿海的平原，所以地狭人稠，所以我们在前面提过，水资源呢要保留下来利用呢非常困难，要靠水库，而水库呢，因为地形的特性，也很难盖大型的水库。所以基本上呢，台湾的水库的分布已经呈现饱和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很难再找到适合的位置呢去盖水库，所以你没办法再去蓄存呢丰水期过多的一个水量。而且地下水资源呢，目前在台湾没有一个比较妥善规划使用方式，所以台湾水资源来源呢，在将来恐怕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也就是我们将来的水资源在枯水期的可用水量越来越少，我们又没有办法越来越困难盖大型的水库。那地下水资源呢，目前掌握又不够充分，它想要当一个备用水源呢，又有困难。所以怎么样在一个有限水资源之下，建立一个完善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水资源管理制度包含供给面或者需求面的管理，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建立管理制度之前，我们当然也要考虑到，那到底管理制度，我们刚才讲过，我们要考虑供给面，也要考虑需求面。那到底哪些会影响到水资源的供需呢？那这些因素到底是哪些呢？事实上呢，很多因素呢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包含了很多我们无法掌握的自然变异。譬如说，我们在这里一直在谈的气候的变迁，所以气候变迁有可能影响到水资源。那另外呢，人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能呢导致呢我们需求量的增加，这些呢都有可能影响到水资源供需平衡的一些重要因素。近几年来呢，已经发生过好多次的这种极端暴雨，包含连续的一个暴雨情况，或者呢不正常的长时间的连续干旱，这些呢对水资源呢都带来相当大的冲击。过去这种接踵而来的暴雨跟干旱呢是很少见的，可是随后的艾丽台风跟后续的这些干旱好像接踵而来，大家最近这几年呢也常常可以听得到。所以在供水系统部分呢，因为水资源供应量的一个减少，我们刚才讲过流量减少影响了供应的水量，其他呢除了水量减少影响供应以外，水质问题呢也遭受到很大的压力。譬如说石门水库，大家应该常常听到它的上游的水进来的路流浊度太高了，所以它不是水不够，是水太脏了，浊度太，所以浊度太高就是它里面的含沙量太高了，高到净水厂无法处理。为什么无法处理？因为它们这么高的浊度的水进到净水厂，因为它要沉淀这些泥沙，大家想想看，它如果沉淀在净水厂，那这泥沙怎么处理？所以净水厂它如果泥沙量太高的时候，它净水池呢就会淤沙很严重，所以在这时候呢，它就不会把水引到净水厂里面来处理。所以呢，它不是没有水，是因为水质的问题导致呢它供水的能力下降。所以过去气候变迁所带来这种水量不足，会造成缺水；水量过多可能造成淹水，甚至造成水质问题而影响供水。这些呢，都是将来气候变迁可能带来造成管理者呢可能预想不到，或者呢比过去呢所预期的更大的一些压力。这也是水资源管理将来必须要去注意的。接下来第二部分呢，我们再进一步再谈一谈，那到底针对水资源的部分，它一些相关的机制，我们刚才提过，它会影响到供给面，也会影响到需求面。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同学呢比较详细的来介绍，到底气候变迁呢是怎么样来影响水资源的供应的。那包含它发生的机制啊，包含整个过程啊，到底是什么变化？我们在前面讲过，全球变迁的影响会使一个区域原有的降雨形态发生改变。那这降雨形态发生改变，到底降雨形态是什么呢？譬如我们刚才讲过，一些暴雨呢，它可能量增加了，可是降雨的天数呢减少了，也就是说降雨集中在一些少数的天数里面。
然后呢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呢连续不降雨。所以降雨形态呢，我们刚才讲过，根据这样来做分类呢，它可以分成2种形态的来探讨。第一种是时间上的改变，第二种呢是空间上的改变。所以我们刚才提过，在时间上改变就是指什么？就原来呢，可能1年里面的雨量呢，我们刚才讲过，气候变迁目前看起来，从过去历史资料看起来，整年的雨量变化其实不是很明显的。可是呢，这一年的变化在时间上的分布呢，会发生改变的。就它会集中在其他少数的天数里面呢，大量下来。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看，同样一杯水，我本来慢慢的随时间的变化，我慢慢的倒，现在变得很快速的倒下来，所以呢，这下来的雨量当然就很大。这样大雨量呢，我们事实上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水资源呢是没有办法去有效利用的，甚至这样大的雨量呢，会发现洪水的问题。再来，我们再来谈谈空间上的改变。举个例子来讲，过去呢，我们在山区呢，比较常常会有比较多的降雨呢，会落在山区，也就是在水库的集水区。当这些雨量落在水库的集水区，它进入河川，就会蓄存在水库里面。那改变区域呢，譬如说现在不再是主要是不仅是下到水库上游，它有时候呢，水资源会下到水库的中下游。这时候呢，就有导致说这些进到水库下游的水量进到河川，就直接排到海里面，所以使得我们水资源呢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拦截利用。那间接的呢，也导致了我们可用的水资源的改变。那气候变迁带来的这些温度啊、降雨的改变，会带来水资源供需的危机。我们在来讲过，它最主要影响包含这个水文啊。或者从整个水文系统的水文循环改变，进一步去改变到我们水资源供给啊、需求啊，或者呢去影响到我们刚才讲需求面里面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这种灌溉用水量啊，甚至呢生态系统的需求。生态系统需求是什么？我们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呢，我们在下游的河川呢，它常常需要维持一定的水量来维持它栖地的特性。你说水量太少的话呢，它的栖地就会受到影响，或者如果下游没有足够流量呢，它就会干枯掉。那稀有生态系统呢就会受到冲击。所以生态系统呢也有水资源的需求。那一般来讲，水文或者水资源系统主要的分析呢，我们都会以流域来看。所以从流域的水平衡关系里面，除了流入海洋的部分，我们整个流域里面，我们把它大家可以想想看，整个流域呢，我们用这个代表一个系统，就好像一块泥土在这边，一块面积在这边。然后呢，我们主要有什么水会进来？当然主要就是水会进来。那什么样会把这水输出去呢？当然主要靠的是蒸发扇。我们在前面介绍过，蒸发扇主要是从地表的蒸发，还有植物的蒸散。所以降雨跟蒸发呢，是整个大气系统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交互的一个作用。那降雨的多寡，当然直接跟气候有关。至于蒸发散量呢，它会受到像辐射量啊、风速啊、大气相对湿度啊这些气象因子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气候变迁呢，它会影响到降雨，它会影响到温度、湿度，进而影响到蒸发散。所以影响降雨、影响蒸发散呢，就是我们气候这些影响呢，不管流入或流出，也就不管是影响降雨的进入或者蒸发散的出去，对整个流域的一个水平衡呢，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当你气候发生变化，这水平衡呢就发生变化，它们彼此之间呢存在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一旦水平衡呢受到了影响，那我们水资源的供给呢也会进而呢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做系统的一个调整，包含管理的一些改变。那水资源系统的组成呢，一般来讲，我们在前面也稍微介绍过，它可能包含水库啊、相关的设施啊，然后在整个系统的一个考量，整个系统的设计上呢，甚至可以扩大成包含水资源管理的一个分配措施啊、蓄水设备一些操作问题啊，或者水处理的一些设施，甚至有些水资源系统还会考虑到水力的发电，或者甚至航运的需求等等，这些呢恐怕都跟水量有关。而水资源的管理分配呢，我们先浓缩到水资源管理分配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呢主要是包含我们一直在讲的这种供给啊、需求。而我们刚才一直提到气候变迁呢，它会同时影响到水资源的供给还有需求。那这些改变呢，就
这些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到这些供水系统它的组成，而且呢，社会的发展呢，也会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维持，然后呢，也会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另外，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不管是都市的这种民生用水、工业用水或者灌溉用水，这个是我们在前面提过3个水资源需求非常重要的部分，它都有可能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在这3个里面呢，又以农业灌溉用水呢，可能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呢最大。那事实上呢，它在水资源供水系统里面呢，它也占了最大比例。如果大家还记得，农业灌溉用水大概占水资源应用将近70%以上。而农作物灌溉它对气候条件，我们讲过它是特别的敏感。为什么特别敏感呢？其实作物的灌溉需水量是什么东西？它实际上是植物要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它需要来吸收土壤水分进行光合作用，那经由它叶的叶孔呢，把水分呢散射到大气里面去。这散射大气呢，其实是蒸散。所以我们刚才讲过，温度越高，它的蒸发散越高。蒸发散其实我刚才讲过，那个就是事实上就是作物的需水量。所以我们就知道，温度越高，蒸发散越高，作物需水量也就越高。作物需水量越高，也就是我们要提供给它的灌溉需水量也就是越高。所以这些呢，农业用水呢，它会随着蒸发散的提升而增加了灌溉用水的需求。此外，我们人口的成长、都市民生用水的需求，或是生活品质的提高，都有可能提高我们民生用水的需求。此外呢，还有包含我们前面讲过工业区的发展啊，譬如说在沿海地方呢，规划很多新兴的工业区。那这些工业发展对用水需求呢也会成长，所以不仅是自然的因素导致我们供水量的影响或者需水量的影响，包含我们人为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需求。那综合以上这些影响因素之下，我们现况的一个水资源呢，事实上已经面临到供不应求的一个危机。不单单人类的用水需求满足呢，恐怕已经越来越危险。甚至呢，我们整个生态系统呢，对水资源的需求呢，也亮起红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针对水资源供需呢，要有一个调度。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张图呢，再进一步来谈一个供需的把刚才供需观念做一个整理。我们刚才讲过，整个气候呢，会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供给面。然后呢，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呢，会影响到都市的用水，譬如说生活水准的提高，整个人口的增加，会影响到都市的生活用水。那经济社会的发展呢，会影响到工业区的发展、工业使用，然后呢，也会影响到灌溉用水。然后气候的变迁呢，会进一步影响到灌溉用水。那气候变迁对都市跟工业的影响是什么呢？基本上也会有影响，可是目前看起来呢，它对都市跟工业的影响的用水量呢，市场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供给量的部分呢影响，需求量的部分也影响，再加上人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来水资源的供需调节呢，恐怕是面临相当大的挑战。气候的变迁会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供给跟需求，那社会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到我们需求的，包含工业用水、生活用水，还有整个农业用水的部分。所以呢，将来水资源呢，的确面临到很大的挑战。我们在这边呢，先做一个休息。部分呢，我们就再来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谈到底台湾地区水资源呢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整个气候的变化呢，我们风枯水期呢会差异越来越大。在水文的影响呢，就是我们丰水期的流量呢会越多，丰水期的流量越多呢，隐含就是暴雨产生的这种洪水量会越多。所以呢，这个就有可能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我们的洪水跟造成灾害。可是也会影响到我们水库，刚才讲过，它的供水能力呢，因为它要蓄洪的话，它要降低它的蓄水量，有比较多的空间来供水，所以它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供水。另外，丰水期的水量太大，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水质，影响到我们的供水能力。那枯水期呢，雨量减少，那雨量减少之下呢，也导致河川的可供应水量减少，所以这一部分呢也会受到影响。另外，在水源部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是
我们的地下水。那地下水这一部分呢，也因为气候我们刚才讲过，雨量降雨暴雨很强，所以暴雨很强，它基本上是不会渗漏下去的。所以我们地下水量呢，将来可利用量的减少，所以我们可利用的水量将来是有减少的趋势，需求呢却有增加的趋势。所以怎么样来探讨这一部分来降低我们冲击呢，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我们由这张图来看看，我们面对将来气候变迁冲击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什么。这一张图呢，是一个整个气候变迁呢，从自然的气候变迁跟人为的一些调试呢，我们怎样来降低系统的一个冲击。那所谓冲击呢，指的就是我们气候的改变，或者呢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可能导致我们的需求量、供给量的变化而产生的冲击是什么。那这个系统呢，可能包含自然的生态系统，也包含人为的这种供需系统。然后呢，这冲击呢，环境的变迁会带进冲击到这系统里面。可是呢，人类系统不会即使是自然系统或者是人类系统，它也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呢，我们会采取一些调试的措施。那至于哪些调试措施呢？我们下个讲师会再来介绍。所以我们采取详细的调试措施以后，我们来怎么样适应新的环境，怎么样降低这个冲击，然后呢，来减低我们的系统的一个脆弱度。脆弱度简单的来讲呢，就是我们系统呢可能受损的一个程度，或者呢，我考虑了冲击，考虑了调试以后呢，我整个系统可能还会受到的影响是什么？所以将来呢，我们在研究评估里面，我们如果呢想降低水资源供水系统的一个脆弱度，我们很重要就必须要了解到底我们供水系统需求面受到冲击是什么，所以整个系统总合起来供需的影响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可以采取哪些的调试措施来因应这个冲击。然后考虑适当的调试措施以后呢，我们可以降低整个系统的一个受到影响的程度，而确保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永续的一个水资源的一个永续利用。我们今天呢，分别针对气候变迁它的一个变化做了一个回顾，然后呢，我们介绍了气候变迁呢可能对水资源系统供给跟需求的一个影响。然后呢，我们最后呢也介绍了我们将来应该面对气候变迁所采取的一些态度。我们今天呢就先到此呢告一个段落，谢谢。趁食嘛来趁健康，趁健康嘛来趁出脱，若要出脱，我来读册。亲像恁这无闲的人哦，若要好好来读册，要顾家庭，要顾头路。建议你跟我同款，选择空中大学，你绝对袂错呀。收看人间卫视。大家好，今天和各位这个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敲打木鱼的意义，因为各位到这个寺院里常常看到一些出家人在那里敲木鱼念经，那你们也会很赞美这个木鱼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很好听。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拿一个木头做的一个鱼在那里敲打呢？有4的意义。第一是紧睛的意义，水里的鱼它不闭眼睛的，这个就表示用这个木头做成一个鱼在修行诵经像鱼一样要紧睛不休息的，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呢，有警惕之意。
这个一个人呢，在妄念啊、幻想啊，哎，这个孟玉桥给你个警惕，不可以胡思乱想，不可以啊，这个随便想了非非。你看那个孟玉的声音啊，咚咚咚咚咚咚，它可以把你的这个善良的心啊，把你这个妄想的念头找回来，所以它有警惕的作用啊。这个很多的禅师们呢，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时候变得一吹清声，一吹钟声，一吹鼓声，一吹孟雨的声，恍然开悟，就是这里就一个声音之下，这个一个警惕的作用啊，恍然大悟啊。第三呢，它有统一的意义，你也宁静，他也宁静，我也宁静，啊，你的快，他的慢，这个不好听的。他所以要把大家结合一起来，不允许在这个墨雨的声啊，波罗波罗蜜多心灵光之中，一样的快慢，就流水的墨雨，像流水一样啊，沉沉而深啊。第四呢，这个敲打墨雨有实心的意义。这个我们的心啊，有时候胡思乱想，我们的心啊，有的时候随着这个境界呀，随运奔驰，我们的心说心猿意马了啊。我们的心这个时时刻刻的真的像猿猴一样的跳动不停，不能安住。现在就把我们这种动荡不停的心啊，给它安住到我们的这个梦的声音上面来。你心不要往对处跑了，这在这个上面，所以它就实行一处的这个地方。敲打梦语有这个以上的四个意义。第一点有精进的意义，第二点有警惕的意义，第三点有统一的意义，第四点有实行的意义。做事要明理，生活要随众，处人要合作，讲话要坦诚。
我在电视台专栏节目做主持人已很多年了，什么稀奇古怪的采访都经历过，可对法门寺漫长的采访却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法门寺，你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啊，你好，岳海，准备好了吗 OK， 好，开始吧。我们结婚吧。是啊，我欠你的太多了。等忙完了法门寺的事，好吗？嗨，你又要去法门寺，我看得出来。你心里，你还在梦里。他在我的梦，我说不清楚。梦中情人，你已经不该是活在梦中的年龄了。他长什么样？我形容不出来。你爱他？我知道，我刚刚还许愿，求神明把他从我的梦中赶走。只有我才能把他赶走。但愿。谢谢你。今天过得高兴吗？高兴。不请我上去坐坐？我有点累了，明天好吗？好吧。妍妍，做得好吗？再见。再见。哎，妍妍。啊。如果那个人再来捣乱的话，就打电话给我。圆圆同志，我每周都必看您主持的节目，可你却不会记得10年前在小镇扶风法门寺考古队的绰号叫小唐博士的人吧？实际上，这个法门寺猜想在10年前我们发掘法门寺地宫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时除了如意之外，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想起来了吗？就是那个开茶馆的姑娘。喂，你在干什么？看稿子呢。那个人还会入你的梦吗？我会把他从我的梦中赶走。早点休息。你也早点休息。晚安。晚安。我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美？是的，美极了。对我说，你爱我。我爱你，永远爱我。永远。
生死死，死死生生。孩子，我已经祝福过你们了，我就在你们身边。大法师，我们会幸福吗？幸福在于感觉，你的心和佛在一起，你就在福里了。我不要和佛在一起，我只要和医美在一起。和医美在一起，我就在福里了。你不要佛，佛却是离不开你的。佛在哪里？佛就在你的身上。在哪里？想赢美。我知道你心里只有我姐姐，可是君命难违，是吗？你姐姐会怪我吗？我姐姐从小就心高气傲，如今竟让皇上一眼看中，岂不是她天大的造化？他会这么想吗？你只能这样想了。可因为性情刚烈，我有点害怕。怕我姐姐会为你去死吗？不，我不知道他这样。他不会吧？也许会。
他的妹妹，你应该了解他的病情。我怎么知道？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什么也没发生，真的。要不我也不会。不会，我会把我姐姐拱手送给皇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做臣子的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呀。我也是，父命难违。这么说，你不愿嫁给我？是你，是你，不愿意娶我。什么事啊？伊美姑娘出走了，去了什么地方？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赶紧派人去找。是，大人。我姐姐虽然没为了你去死，却要为你出家当尼姑。